来继续来看国民党反罢免，这个党主席朱立伦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来会面，讨论要安怎来固守着新北市防罢免的立委。这个战斗内的发起人赵少康，嘛邀请到台北、新北甲基隆南北立委6月21伫台北来举办着造势大会。一定要投票，好不好？ 南洋反罢免爱国者的行动开始，党内重要人士拢出来甲共党的立委徛台，县市首长也做指挥官，除了丰收家己的范围。6月21战斗内发起人赵少康也号召头一场大型的造势，伫迎青花园顶场。一直说反罢，哪一天罢都不知道。6月20号定了以后，我们就挑在第2天决定日期后第一场。 大型的造势活动，这决定决战的日子，随启动区域联防，也邀请到民众党的立委张启凯，南北正式的反罢免合体。是讲小田、双北甲基隆立委的造势，所无地方首长徛台，场面敢会较热惨。当然，你在台北市办，理论上应该要邀蒋万安啦，因为他出国啊，台北市长不在，邀侯友宜来有点怪怪。 而且将来我们会到新北市举办。尤其新北市6席立委拢面对着第3阶段压力。党主席朱立伦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伫拜六合体甲洪明凯徛台了后，听讲2个人按算伫1，佮要合体挺中会张志伦，拜日见面会谈讨论战略。除了已经启动的高本行动，大型的造势嘛拢会到场全力支持。其实昨天的见面也是很平常，我们一定会团结共同努力，让我们新北市的立委们能够继续为新北市加油。中央各地方区域联防，社会反罢免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